你好啊，我係5A 班7號林日希。今日我哋嘅主題係圓嘅。首先，我哋講解下乜嘢係圓心先。如果你畫一個圓圈，你喺中間嗰個位就係個圓心。咁下一題，如果你想揾直徑同半徑，係簡單嘅。首先中間圓圈，如果喺中間圓心，如果你由圓心嗰度直去另一邊，嗰度就係直徑，唔係嗰個就係半徑。之後如果你想揾直徑嘅，就喺第二邊直至到去另外一邊，但係俾個 tips 你，係一定要直線嘅。咁直徑同半徑係有咩關係呢？半徑就係由圓心去到第二邊，直徑嘅即係譬如啦，圓心去到第二邊係2cm， 直徑咧就會係4。點解？因為圓心咁樣分隔咗，就有兩邊。今日嘅介紹完畢啦，多謝。